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波波啊。上一期同大家講到，查實中山好多坑啊，真係嘅。香港、澳門、外地嘅朋友返到中山呢邊買樓，真係踩咗好多坑嘅，中咗好多伏嘅。我接觸過嘅有客戶，真係響中山呢邊買咗2次、3次，甚至買到第4次先買到合適嘅房源。點解？因為你初返到嚟嗰陣時，真係嘅。我上一期咪講到嘅，好多中介佬咧，佢哋係齋做所謂嘅新房業務咧，其實佢哋係冇租房同埋二手嘅，係嘛？咁你一嚟，佢肯定係邊個佣金高，跟住邊個俾啲提成高，就拉你去邊度啦。咁我同大家慢慢去探討下。嗱，今日咧我就俾3個位置大家，基本上唔會係踩坑嘅啊。首先，東區咧就有2個，第一個 Coco City 商圈。嗱 ，Coco City 商圈咧，佢下邊依家黑板嗰度、白板嗰度寫住嘅啲配套全部有嘅。咁我慢慢同大家講，如果大家驚記唔住話，哇，你個 Coco City 係響邊呢啊？響邊度啊？睇住呢度，博覽中心、紫馬嶺公園，認住呢2個地標，其實你哋可以用地圖軟件可以睇得到嘅。首先 ，Coco City 咧，佢係一個商業同埋住宅一齊嘅商圈嚟嘅，有寫字樓啦，有餐飲啦、超市啦，下邊1樓嗰啲飲食街啦，咩都有嘅，基本上都齊嘅啦。跟住呢個商圈隔離，隔咗幾百米咋，仲有一個富日城都開咗啦，舊年都開咗業啦。2個大型嘅商超，滿足到大家飲嘢啦、食嘢啦、買嘢啦、shopping 啦、行街啦，呢啲全部都有㗎啦。仲有 Coco City 商圈呢度咧，就有一個直通巴士站嚟㗎，舊年都開咗啦，即係等於講你哋響香港嗰邊坐嗰個巴士過嚟永東啦。呢啲巴士都可以直接到商圈呢度噶啦啊，直接可以落樓噶啦。因為咧，我前一排就過嗰邊去做咗一個市場嘅了解，咁好多咧我哋外地嘅朋友坐大巴翻到 Coco City 呢邊咧就落車啦，咁都行去到啲中介門店問下二手啊、租樓啊咁嘅情況嘅。咁一陣間我再同大家介紹幾個好少少嘅小區，好嘛？依家先講下，咁我哋直通巴啱先講到啦，係直接就有巴士站嘅呢度，大型嘅商超，大型商超咧係有一個5層高嘅綜合商業體，上面有影樓啦、茶樓啦、超市啦，咁1樓嗰個中庭邊上賣數碼電器啊呢啲啊，名牌服裝啊、金銀珠寶啊呢啲都有嘅，包括入邊有買車嘅展廳啊，呢啲全部都有㗎啊！大型嘅商超，嗱，紫馬嶺公園，響我哋呢個巴士站落車行到紫馬嶺公園，大概行路唔使10分鐘，因為佢依家新開咗一個東門啊！以前咧，你哋坐大巴過嚟紫馬嶺玩嗰陣時，基本上係行博愛路，跟住嗰邊嗰個係叫南門啊，響西邊。即係喜灣道有一個門，跟住南邊中山路有一個門。呢個東門咧，開咗個東門咗之後咧，咁我哋響呢個 Coco City 嘅大型商超行到紫馬嶺公園個東門咧，係唔使10分鐘嘅。寫字樓啦，有一個寫字樓嘅啊，天翼國際有一個大型嘅寫字樓，即係上邊咧就好多行政辦公嘅公司總部啊，都有響度嘅。唔單單呢度有嘅啊，再上去少少，咁 ICF 啊、紫園嘅寫字樓啊、漢鴻國際中心啊呢啲寫字樓，咁證明咗一定要有呢啲配套先咩嘅，個商圈先叫成熟嘅。如果唔係嘅話，你個商圈所謂嘅商圈就係得飲飲食食啊，同埋商品樓啊。喂，大佬冇嘢做嘅喎，冇嘢做冇收入，你2次轉手點搞？係咪啊？一定要有呢啲配套先得嘅。仲有學校配套啦，學校配套響商圈行到中山市4大中學其中一個實驗中學有初中部、高中部嘅，
去到學校嗰度行路都係10零分鐘搞掂㗎啦。咁跟住仲有我哋子嶺嘅小學啦，石岐中心小學啦，響易翠苑，交通同樣都係好方便㗎啊！呢個 GoCity 就係響長江路同埋中山路嘅交匯處，長江路同埋中山路都係屬於係中山嘅主幹道嚟㗎。咁你再往前往南邊走，大概係2公里左右就可以接駁到南外環博愛路啦。咁博愛路應該大家翻過嚟嘅都知道㗎啊。響深圳灣過完深中大橋一落嚟咧，就到馬鞍島，跟住順住馬鞍島嗰個快線接落嚟就接駁博愛路嚟㗎啦。成個呢個商圈真係做到衣食住行教育全部都 OK 嘅啦。醫療嗰塊啊，新嘅人民醫院嘅院址咧就選響南外環嗰邊嘅。咁當然依家咧就未建成㗎啊。咁我哋響呢邊如果係醫療配套嘅話咧，就最近咧就有個原田嘅骨科醫院啦，仲有紫馬嶺呢邊嘅社區服務站啦，呢啲都係好近嘅啫，基本上就係2公里範圍之內個全部覆蓋得到嘅。呢啲所有嘢擺咗出嚟啦，你諗下，你哋如果係響三鄉住、響坦洲住、響神灣住，呢啲配套有冇？冇嘅大佬啊，一定係冇嘅。講翻啦，嗱，你咁多嘢咁多配套，會唔會好貴㗎？賣得會唔會好貴㗎？OK，嚟啦，租金呢邊啲次新小區大概10年左右嘅次新小區，或者5、6年嘅4、5年嘅次新小區，即係好似紫嶺國際3期啦、4期啦，租金係2500蚊到3500蚊一個月。咁你話我想平啲嘅喎，有冇啊？2000蚊左右嘅有冇啊？新鴻基易翠園1、2期嗰邊係有嘅，2000蚊左右都可以搞掂噶啦。3房喎，依家係講緊係3房啊，唔係嗰啲劏房啊，唔係嗰啲所謂嘅啲單身公寓啊，係嘛？係商品樓正規100方左右嘅3房啊，房價點呢？9000到12000蚊度，裝修毛坯都有嘅。點解跨度會有幾千蚊一個平方？每個小區唔同嘅。嗱，我羅列咗3個比較優質嘅小區俾大家。天逸國際呢個小區，比如正就響 GoCity 樓上噶啦，總共咧就有9棟樓、9棟住宅啊。佢基本上係9000蚊到10000蚊左右，有毛坯有裝修。咁戶型方面啊，有2房、3房、4房都有嘅。大家去換算下啊，你基本上買個3房105方嘅，基本上總價係響90零萬到100幾萬左右。如果大家覺得裝修我執佢，我都 OK 嘅，冇問題嘅，可以買裝修，因為畢竟你哋過到嚟又要揾人裝修，又要咩買毛坯嗰啲，可能唔係好方便。咁好啦，到咗紫嶺國際，紫嶺國際咧佢總共係有4期嘅，第1期係得6棟樓住宅，跟住有3棟嘅寫字樓。2期咧係純商業嘅啊。2期商業咧係有3棟寫字樓，同埋入後邊有20幾棟嘅商業性質嘅別墅。咁3期咧就係18年之後先收樓嘅，2018年之後先收樓嘅。咁到咗今年咧係5、6年左右啫，咁佢陸續咁收樓嘅。如果係買紫嶺國際咧，我就唔建議大家買1期、2期啦。咁係往3期、4期方向去走。3期嗰度咧，大概個均價依家成交係12000蚊度，全部係有裝修嘅，有好多吉屋啊，即係買咗過嚟，開發商裝修、敏捷裝修嘅，都未住過嘅啊，全新未住過嘅都有嘅，12000蚊度。咁佢呢個戶型方面啊，係有97嘅3房2衛，最細嘅單位97方，仲有120幾嘅啦，140幾嘅啦。咁當然，如果大家好多人住嘅情況下，買個97得啦。但係97方嗰隻咧就有個缺點，佢係主陽台朝北啊，
去到121方嘅咧，先係主陽台朝南嘅。102方嗰隻大概總價都去到140萬左右。呢個應該大家都好熟悉啦。新鴻基易翠苑，佢就係響呢個商圈往西面走1公里多少少就到㗎啦。咁佢已經係租咗5期咁多啦，1、2期係最舊嘅。咁3期咧，葡萄園咧係得1辣個小區綠化咧可能少咗啲。咁4期啦、5期啦，包括依家仲有緊新樓賣緊嘅啊，成個新鴻基係佔地達到1000畝嘅1000畝大盤，跟住佢東門門口就係有一個省1級嘅石岐中心小學，呢個係公辦嘅學校。呢個新鴻基，如果你買1、2期咧，就有21年左右嘅樓齡㗎啦。如果你選擇4期同埋5期咧，都係好新淨㗎，你可以當買新樓買完樓咁買得㗎啦。特別係5B 啊，依家賣緊5B咧，就靠緊孫文東路嗰一塊嘅嗰一排新樓賣毛坯嘅。咁如果係話我想現成啲，咁買二手啦。買二手嘅話咧，1、2期嗰啲大概都係9000蚊到，4期同埋5A咧，咁就貴少少咯，要去到11000蚊到。毛坯裝修都有嘅。呢個地段講真，你翻到中山呢邊，你記住幾個字啊？東區 Coco City 商圈，記住博覽中心，記住紫馬嶺公園呢一塊，絕對唔會錯嘅。不理你係租又好，二手又好。包括如果係有新房，你哋中意買新房嘅情況下都 OK。包括公寓啦，因為佢成片嘅生活人群係非常之多嘅。另外呢個見到呢隻字未啊？等啊，一定要等啊！呢個東區新嘅 CBD，市政府已經有紅頭文件攞嚟㗎啦。包括依家呢啲見到嘅，全部都係有嘅。咁呢個中山站同樣都係有嘅，中山城區嘅高鐵站嚟嘅。呢個呢就暫時起緊、建緊嘅，絕對會有嘅。盾構機都喺度做緊嘢㗎啦。地鐵站旗江新城站啊，呢個先講下呢個地鐵先啦。地鐵咧，中山係冇自己自主營運嘅地鐵嚟㗎。呢個地鐵站係廣州18號南延線，即係向廣州南沙過嚟嘅。咁佢第一站咧就係登陸馬鞍道啦。響馬鞍道咧就分兩邊走嘅，一邊咧就往西邊走，上火炬，跟住到東區。到石岐，去到市政府、市人大嗰度，興中道啊，即係金鷹廣場，應該金鷹廣場大家知道啦。嗰度咧暫時係終點站嚟㗎。咁往後咧，以後啊，可能會繼續順住興中道往五桂山啊，往板湖啊，落返三鄉。跟住過坦洲去到珠海拱北口岸嘅，呢個係後期先咩㗎？暫時係冇㗎啊！暫時冇，大家一定聽清楚啊！咁仲有啱先講到嘅，佢南延線響馬鞍島南邊點走呢？南邊呢就係馬鞍島過唐家灣，跟住過珠海拱北，即係廣州18號地鐵南延線啊，係分兩邊走㗎啦。中山站係有，已經通車好多年㗎啦，通車到今年應該有10幾年㗎啦，係廣州到珠海嘅呢條城軌啊。嗱，點解叫新嘅 CBD 呢？咁我哋講返啦，呢兩個樓盤，寶龍城同埋108，當時寶龍城呢就話要起一棟地標298米嘅，因為政策嘅問題，就依家攔腰截斷咗。105米一棟，起2棟，地基打咗啦，未起。中山108咧就起一棟398米嘅，都係攔腰截斷咗啦，但係依家都係未起嘅。OK，咁我哋睇下佢依家現時有嘅咩咧？松苑綜合新校區啦，投資咗8億幾落去嘅，初中舊年已經招生噶啦，已經係正常開學噶啦。人才公園已經係開咗幾年㗎啦，好大嘅，響旗江邊依江而建嘅啊！
已經係，比如講我哋週末啊、節假日啊，就好多中山嘅市民啊，去嗰度去消遣啦，家庭聚會啦、公司聚餐啦等等啦。咁亞丁萊貴族學校同樣都係嘅，已經開咗幾年嘅啦。呢間學校咧，響我哋大陸響中山嚟講係算真係非常出名嘅，300萬人民幣保送出國嘅啊。OK 啦，嗱現有嘅呢啲嘢，咁點解又叫新嘅 CBD？ 啱先講到啦，個幾個商業體一起身就唔同啦。咁依家咧就係等啦，一定要等啊，必須要等。呢個區域咧，大家要慎重啊，真係要慎重。萬一佢以後嘅規劃有咩變化，咁又係冇嘅啦喎。如果係有變化嘅，或者係達唔到理想嘅啦，所以話呢個咧就係要等要搏啦。OK，咁周邊咧查實係成個新嘅片區嚟嘅，交通出行啊，同埋成個環境咧，即係就冇城中村啦呢邊啊，全部啲新區嚟嘅。啊，新區嘅話咧，咁你就要去諗下，博唔博得過啊？咁簡單介紹下幾個樓盤啦，保利天郡、保利國企係咪？咁做出嚟啲品質真係 OK 嘅，14,000到17,000一個方。戶型方面嘅話咧，88到170幾都有嘅。寶龍城10,500到15,000蚊一方。咁佢呢個寶龍城咧，一期啊已經係全部交付咗啦，入住咗啦。依家賣緊嘅產品咧就係94到153。94嗰隻咧基本上唔使100萬人民幣，3房2衛，大裝修嘅。咁佢139嗰隻咧就係10米嘅大陽台，呢啲咧就係依家中山國內話推第4代住宅啊嘛。咁佢嗰個139咧就係3.5嘅類型嚟噶啦，未到第4代啊。基本上咧139嗰隻咧都係8-7萬左右，咁就搞掂啦。嗱，呢個中山108，佢住宅已經係基本上清晒貨噶啦，冇貨噶啦。依家賣緊嘅咧就係公寓同埋大平層。咁公寓嗰塊每個月基本上成交嘅貨都係70套左右，大部分咧都係港澳嘅朋友同埋外地過嚟嘅，內地嘅、本地嘅都有買嚟。你有粒戶公寓啊，4.5米高嗰啲嘅，又有陽台啊，咩都有嘅啊。咁買嚟以後咧，出租啊，或者係自己住啊、度假做 office 啊，都係 OK 嘅，冇問題㗎。47方到70幾方，基本上47方嗰隻咧，毛坯嘅價錢係響36-7萬度，加埋裝修咧去到40萬多啲，基本上就維持響1萬蚊一個方度啦。47方嗰種可以，如果係大家想要資料嘅，咁就 call 下波波，到時我發俾你哋，包括上面嗰2個樓盤都係咁樣噶啊，可以將資料發翻俾到大家啦。呢個區域整體嚟講咧，佢翻老城區又唔會好遠啊，大概3公里度，包括啱先講到嘅呢個片區去到 Coco City 啊，去到富日城嗰邊咧，都係2公里多啲，所以話咧，成個片區暫時啊，下邊啲商業體咧係冇嘅。即係等於講，你基本上喺屋企煮飯啊，係要叫外賣或者係去隔離白沙灣啊，係沙江區嗰邊去買菜翻嚟，距離有少少遠啊。因為佢下邊啲底商就未開嘅。保利天郡呢個樓盤係冇底商㗎啊。寶龍城同埋108呢個係有商業嘅，但係商業依家咧就未起身，都係呢個字，真係要等啊！呢個片區查實，如果係眼光長遠嘅，可以考慮下。如果係話我要現成嘅，咁就啱先講到 Coco City 嗰個商圈嗱。今日咧就暫時同大家分享住東區先，下一期會分享下石岐。拜拜。